大家好，我係 Alex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讀完《Ikigai: The Japanese Secret to a Long and Happy Life》嘅感受。呢本書係 Amazon 長期熱賣，喺 Goodreads 有超過67000人評價，分數高達4.01分，仲翻譯咗成幾十種語言，真係風靡全球。老實講，起初我都以為佢只係講啲抽象人生大道理，好似心靈雞湯咁，但一睇落去就發現唔係。內容其實好落地，啲觀點仲幫到我重新思考點樣生活得更有意義。本書係由 Frances Miralles 同 Hector Garcia 合寫，兩位作者都長期喺日本生活，親身去沖繩採訪當地長者，想了解點解佢哋個個都有長命又快樂。佢哋唔係咩專家學者，而係用一個生活實驗者嘅身份去發掘長壽快樂嘅秘訣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就係佢哋唔係叫你點樣贏在起跑線，而係教你點樣笑住行到最尾。呢種智慧真係值得我哋學習。講起書入邊嘅故事，一開場就介紹咗沖繩一個叫 Okimi 嘅村，入邊有超過30位超過90歲嘅長者。啲人好少患病，情緒又穩定，仲可以自己種田、做手工藝、彈沙眉線、唱歌。有一位102歲嘅婆婆啦，每朝5點半起身沖花茶、落田剪花、種菜，晏晝又會去地區舞蹈團跳舞，仲跳得好精神。當個作者問佢點解仲咁有活力，佢笑住話：因為我有 Ikigai。原來Ikigai 即係你每日起身有嘢值得期待去做。可能係你份工、你種嘅花、你教人編織，又或者你要照顧嘅孫，只要有理由起身，你就會有生命力。書入邊提到，冇目標嘅人活唔長，冇熱情嘅人活得唔開心。Ikigai 唔一定係你份工，最緊要係你心入邊有個我存在係有意思嘅感覺。就好似有個90幾歲嘅爺爺，每日幫人修理雨傘，已經做咗幾十年。街坊見到佢個檔口都會笑。我阿媽退休之後，成日話悶。直到佢開始教鄰居跳健康舞，佢話每日都好期待星期三晚嗰班，成個人翻晒青春咁。咁你都可以問下自己，如果唔係為咗揾錢，我仲會唔會做緊而家呢樣嘢？就算每日淨係花30分鐘做件你真心中意嘅事，你嘅 Ikigai 都會慢慢浮現。書入邊有分享咗沖繩長者嘅生活模式，冇人講退休，冇人爆肝工作，個個都慢慢起身，食地道健康菜，定時同朋友泡茶，耕田做手工，好似慢煮湯咁，唔急唔趕，煮出真正嘅味道。我以前成日趕死線，搞到失眠胃痛，後來開始每日散步15分鐘，11點前熄手機，半年內唔使睇醫生，皮膚都好咗。咁你可以試下設定夜晚9點之後唔睇 email。俾自己一段冇干擾嘅時間休息，長期做落去精神狀態真係會改善。再嚟就係人際關係，書中有個詞叫 moai，係一班人一齊儲錢、一齊傾偈、一齊幫手，可能已經維持咗幾十年。佢哋會定期見面、唱歌、飲茶、講心事。長壽唔止係食物，而係你身邊有冇人關心你，有冇人你可以打電話話今晚唔開心。我以前以為自己好獨立，但係試過有排工好迷失。好彩有班朋友成日約我打邊爐傾偈，慢慢先行返出嚟。你都可以而家就打個電話俾一位好耐冇聯絡嘅朋友，唔使講咩大道理，純粹一句喂，好耐冇傾啦，你點啊，已經足夠。總結嚟講，我睇完Ikigai最大嘅轉變，唔係做咗啲咩，而係心態上學識咗慢慢過活都可以好豐盛。以前我逼自己追 KPI 趕 deadline，以為咁先係進步，但係而家我會問自己，我做緊嘅嘢係咪令我更開心，定只係令我更忙？正如書入邊有句説話，我哋每個人嘅 Ikigai 都唔同，但係有一樣嘢大家一樣，我哋都喺度揾緊意義，都係嗰句，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